后来为着要让民众会当甲台湾猪甲美国猪甲分好清楚，农委会推出台湾猪的证明标章。第一张的标章已经发予摩斯汉堡了。主委陈吉仲讲，这个业者申请的时阵，必须要减负着相关的证明，搁爱来签这个设计书，经过审核，才会当摕到标章。目前已经有超过5500间来申请，包括鼎泰丰、四海游龙、天好运、美珍香等等，就是要有消费者会当安心来买猪肉。品尝一口之后，比个赞。大喙者用国产猪肉做的汉堡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和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来到国内连锁素食店，颁发业者头一张台湾猪证明的标章。这一个贴台湾猪标章，它是有确保所有的猪肉来源，它的上游要提供要填写切结书，所以100%绝对不会没问题。台湾猪证明标章为在月开放餐厅业者申请，青色的背景配金色的图，用中英文写台湾猪，要和美国猪做分别。预计到年底申请案地当达到15000件。民众会当去畜产会网站，你就当知影有倒一间店家有用台湾猪肉，能够让消费者在未来的消费行为上面有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区隔。台湾猪是我觉得世界上在亚洲应该是最好吃的猪肉。到今麦为止，有来申请标章有名的餐厅业者有鼎泰丰、四海游龙、天好运、美珍香。政府和业者合作，清楚表示，让民众食到安全的国产猪肉。